在地人在地前要讲的是婚林的公营，婚林馆在地艺术家李建南得到美国的设计奖，伊接受伦培乡公所委托制作这个龙年元宵花灯。这座馆5公尺的龙形的主题灯，以金色为主，造型敢若是数字的8，代表龙年发财意思。这个特别的主题灯得到美国美术的设计奖。 伫伦培乡马祖林文头前埕有5公尺悬的龙形花灯，是在地艺术家李建南制作。伊用金色做一个数字8形，希望在地民众拢会当发大财。那这个设计嘛，摕到美国妙式设计奖、著名设计类艺术金奖。那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一个龙来发的一个设计，这样子。李建南平常是饲笔，伫咧冬天的时阵，笔休困就会来改造花灯。这个伊摕奖伦培乡公所嘛特别颁奖予伊。 工作之一啦吼，那如果拄到花灯，伊对这艺术有天分，所以讲伊拢为这方面在设计发展，做了也拢非常出色。伊嘛到伦培国小来指导学生做花灯，替学校来做装置艺术，校方嘛特别来甲伊恭喜。那他长期深耕我们在地的美感，那学校这边都会跟他合作，希望所有在地艺术家拢会当发挥家己的才情，替地方创作更较多艺术品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